这两个饱受虐待的孩子，为了逃离地狱，计划互相帮彼此杀人，想要就此摧毁地狱。秀月不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，可以认为记忆可以伪造，但那时的情绪骗不了人。他当时就是疯了一般的想要杀掉面前这个人，很愧疚，因为他害得秀月成了杀人犯，只能选择让自己消失。秀月从病床上惊醒，幸好只是划伤，并无大碍。从西仙口中得知，郑勋逃跑了，蒲某正在接受调查，素颜也还未苏醒。秀月找到心理医生，认为一心除恶扬善的 K 不可能会杀人。心理医生倒是能理解 K， 因为他并不是为了拯救世道才出现，而是为了拯救秀月。他就是年幼的秀月为了自我保护而创造出来的人格，为了保护秀月，他一定会在所不惜，哪怕是杀人。秀月很担心 K 真的就这样消失了，之前拼命想要甩掉的包袱，现在就这样不见了，反倒有些失落了。秀月突然意识到，这会不会是允浩的阴谋？他早就知道秀月失忆的事，所以就不断设局让秀月怀疑自己，甚至让 K 也陷入困局。医生也察觉到这就是情感操控的手段，秀月决心查明所有真相。龙社长这边因为涉及到凶杀案，引起了警方的注意，打算和安德烈离开韩国，在离开前想要将药品都处理了。面对对方的坐地起价，龙社长冷笑一声，拿起酒瓶就是霸气一击，对方的手下也被安德烈秒杀。龙社长从安德烈这得知，那个弑父的女孩并没有买过药品，警方也在寻找给他卖货的人，猜测这背后还有其他阴谋，认为在离开前也要先将他处理了再走。这个帅气的男人竟患上了相思病，朝夕相对时觉得对方厌烦，但当那个人突然消失，又满是不舍。惆怅的秀月再次遇上了电梯故障，这让他又情不自禁想起了 K。 突然秀月看到一位红衣机车男，立马追上去激动地抱住他，但他摘下头盔，却不是秀月心心念念的 K， 而是一个白胡子大叔。秀月来到郑勋打工的地方，在冰柜旁找到了熟睡的郑勋，感同身受的秀月并没有吵醒他，默默在一旁等待他醒来，苦口婆心地劝说他收手，不要为了人扎毁了自己的人生，并承诺也会救出素颜。他一直很懊悔没能救下英珠，所以这次一定会保护好他们。就在郑勋要说出幕后黑手时，电话响起，对方正是允浩，问秀月是否记起两人的关系有多特别，讽刺秀月受惊的模样还是和以前一样。秀月跑出门大喊让他出来，等他再回到饭店，郑勋却不知所踪。蒲某逃跑的路上，郑勋骑着机车出现，将他打晕带走。秀月从吴巡警这得知此事，而监控显示他正前往素颜所在的医院。秀月等人立即赶往医院。天台上，郑勋将蒲某一顿暴打，秀月赶到劝阻他，承诺一定会逮捕蒲某，让他受到惩罚。但郑勋却说已经晚了，要是这次行动也失败了，素颜就会死，那个人就正在看着他。秀月看到了对面的面具男，意识到不妙，立即赶去素颜那边。这时又看到了面具男走过，让吴巡警先确认素颜的状态，并立即申请支援。秀月拼命追赶面具男，反被打倒在地。面具男接连不断的重拳，让秀月想起了那段记忆。当时允浩杀害了秀月的父亲，还不断暴打秀月，逼迫他承认两人互换杀人的事。这个男人如英雄降临般霸气登场，一把扔开允浩，救下了秀月，将他一顿暴打呵斥他根本就是个恶魔。原来 K 并没有杀人，他的出现就是为了保护秀月。面具男欲给秀月最好一击， K 及时出现，一套组合拳瞬间将面具男打趴在地，表示他就是专属于秀月的英雄。两人相视一笑，将面具男一顿痛打，解开面罩，他却并不是允浩。此时电话响起，允浩早就猜到了 K 的存在，明白秀月并不是孤军奋战，让他好好期待，两人很快就会见面。郑勋面对审讯依旧闭口不言，秀月带着郑勋回家吃饭。哥哥看到郑勋的模样，就和第一次见到秀月时如出一辙。秀月妈看到满是伤痕的郑勋，连忙起身去找药箱。秀月主动告诉郑勋，她13岁以前和生父住在一起，每天的日常就是挨打，之后父亲去世，就是他们收留了她，那时秀月才拥有了真正的家人，也是对她而言最真实的存在。希望郑勋能明白世上还是好人更多，他也是可以获得幸福的。安德烈找到了能原价购买的新买家，准备将药品处理后就离开。龙社长还是认为英珠的事件不是巧合，害得他们被警方盯上，想要查出背后是谁指使。西迁打探到安德烈和龙社长买好了去俄罗斯的船票，而眼球药品的源头就是他们。安德烈顺着线索找到了面具男，西迁跟踪龙社长来到了仓库。龙社长接到安德烈的电话，得知对方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引出那个抓住金组长的警察。安德烈审问面具男幕后黑手究竟是谁，允浩突然出现给他扎了一针，药物作用让他无力反击，被面具男杀害，用最后一口气让龙社长先离开，面具男也被允浩杀掉。龙社长正要赶过去，西迁出现拦下他。龙社长质问他们在追查的混蛋到底是谁，两人一番打斗，西迁不敌反被铐住。秀月赶到现场，疑惑是谁杀了他们两人。西迁想到龙社长的话，意识到是允浩。次日一早，秀月妈打包了郑勋爱吃的小菜，让秀月带去给他。
秀月让郑勋不必有压力，会等到他想说出来的那天。K 担心允浩知道秀月有双重人格的事，会揪住这点攻击他，认为或许只有他消失才是最好的选择。秀月来到保护所找到申医生，说出了自己有双重人格的事，请求他的帮助，想要接受治疗。其实秀月早在郑勋这得知，当时郑勋在保护所见到英珠时，他一直在哭，因为申医生控制了他，就算他想要停下来也办不到。想到幼时允浩对自己说过的话，申医生也同样说过一样的话，确定了他就是允浩，两人之间的游戏也正式展开了。